第6輪澳職連續2日連場大戰，澳洲職業足球聯賽星期5下午4點半，布里斯班斯考對墨爾本勝利；星期6下午4點半，西悉尼流浪者對 FC 悉尼，82台 TVB Plus 直播。公開評論為咗嘩眾取寵，強迫世雄上鏡。文偉臣，呢個責任你一定要孭。新聞冇咗可以再揾，人命冇咗。喺世雄消失之前，最後一個見嘅就係文偉臣。但你信我，我即係8月天，台慶劇《新聞女王2》今晚8點半飛出台。翻新聞時間，先睇港股收市表現。恒生指數收市報25,928點，升33點，總成交超過2070億。睇地方州股市表現，倫敦富時100指數升10點，馬來基指數升25點，德國 DAX 指數係升13點。咁再睇翻大埔唔同消息，當局喺區內開放2間社區會堂作臨時庇護中心，咁仲有1間中學開放免安置疏散居民。警方入夜之後再擴大封鎖線，有市民情緒激動，咁由火警現場接應之後，四周圍揾佢哋嘅親人。唔好俾個位入去啦！冷靜啲啦，佢哋需要我哋嘅支持㗎。你都喺入邊，我知道啊，個個都係，我屋企人都係啊，真係喺入邊啊，打唔到電話，我嘅問題啊！哇！佢哋我唔知有冇通知過啊？民政事務處協助受影響嘅居民聯絡親友，但因為安全問題，原本設喺廣福社區會堂嘅登記處要轉到中華基督教會鳳蘭傑紀念中學。當局話已經為有需要人士加開大埔社區中心、布善社區會堂以及善道會善後，咁作臨時庇護中心。廣福社區會堂同東昌街社區會堂亦都繼續俾有需要嘅市民使用。澳門社會